各位，係鄭瑞文同大家睇天氣啊！今朝天氣涼涼地，到下晝陽光普照，但係個天呢都係灰蒙蒙啊！港內能見度最低5000米，睇下整體天氣情況啊！廣東沿岸嘅雲呢都係算幾疏下㗎，一股東北季候風呢係為中國東南部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。天文台錄得今日最高嘅氣温呢係19.8度，而家呢就係16度，相對濕度喺85%。跟住睇下天氣先生預測啦。預測係大致天晴，日間部分地區會有煙霞，氣温呢係介乎喺15到19度，吹和緩偏東風，離岸海域風勢係間中清勁。嚟緊幾日呢，氣温會逐步上升㗎，咁見到呢星期4呢去到23度，但係預計呢受到今個星期後期嘅東北季候風影響啦，之後氣温呢又會回落返啦。而預測空氣污染水平會係中等至到偏高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天晴，廈門多雲，冷空氣今晚抵達新疆，嚟緊一個星期會逐步南下，今個星期後期會影響華南。北京聽日係天晴，最低零下7度，而首爾同東京都係多雲。東南亞地區，馬尼拉同埋吉隆坡有雷暴，胡志明市明朗，曼谷多雲，新加坡同雅加達有驟雨。去到南半球，墨爾本有驟雨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天晴。奧克蘭有驟雨。美洲方面，洛杉磯多雲，三藩市同埋溫哥華係有雨。多倫多密雲，紐約有雨。最後係歐洲，英國天氣暖翻，令到路邊嘅積雪融化，再加埋落大雨啊！英國超過150個地區出現咗水浸。倫敦聽日係多雲，巴黎有薄霧。好啦，今晚講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